自透早佛光山南台病院甲國際佛光會台南第3、第5、第6都道區600多位佛光人佇台南義載精神暖心，佇法師的帶領之下，以健行方式前往漁光島淨灘，用實際的行動來去把整個守護整個海洋的資源，也可以讓我們的身體更健康。星雲大師說的"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說好話"，當大家彎下腰撿起一片垃圾，就是為地球一份的心力。義師道場一般予人的印象攏是做法會，也毋過佇面對氣候變遷甲身心健康的大挑戰之下，降低全球碳排放上直接的方式之一，就是行出戶外，響應聯合國環保甲生態平衡行動，並實踐佛光山開山祖師星雲大師提倡的環保甲環保理念。這樣一個有意義的活動呢，我們每一年都會舉辦。我們一起除了佛光人呢，除了深耕社區，不斷的辦弘法運動，我們也要響應。除了注重身體的健康，我們也響應了環保愛地球的運動。該活動已經連續舉辦6檔，活動結束了後，佛光人也陸續展開讀冊會、行踏大自然、閱讀星雲大師文章，開發智慧，以達身心合一的環保加進步。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。